根据着亲子杂志上新的调查发现，讲9岁至15岁囡仔内面，若阵规日拢伫咧网络顶头传讯息，因的情绪自我恢复率会比较较低，嘛较无自信。若阵有爸阿母甲家庭的支持陪伴，对囡仔建立自信甲排解情绪有直接正面的影响。 少年囡仔浸伫咧网络社群网站，要对着上时行的话题，也要找甲同学之间的认同感。毋过，伫咧真实的社会，准若碰到困难、失志的时阵，敢有法度伫咧网络找到寄托咧？平常时啊，心情无好的时阵啊，你拢安怎排解？我会耍手机啊，跳舞吧。啊，敢毋甲爸爸妈妈参详代志？不太会，他们是暴怒型的，比较有共鸣跟同学。 根据亲子天下甲金车文教基金会统计，今年3月针对全台湾9岁到15岁的少年家做调查，回收17300多份的问卷，发现小学啊高年级以后的囡仔，讲心事的对象袂阁再先找父母，会找同学甲朋友，而且年岁愈大，就愈靠朋友甲同学。另外，逐工用2点钟伫咧网络开讲传信息的囡仔，因的情绪自我恢复的比率比较较低，较无自信。 那家长对囡仔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囡仔对家己的评价。你是一个就是认为孩子很不错的这个父母亲，其实这些小孩他们自我评价也比较高，父母亲跟他的感情比较好，比朋友好的这个情况之下，这些孩子他在一些遇到挫折的这个复原力、忍耐力都会显得比较高。压制囡仔因为情绪的困扰破病甚至自杀，特别在咧疫情的时代，全世界的囡仔也面对爱远距离上课，情绪难免会较歹。好的人际连结、支持系统甲陪伴，对囡仔消透情绪向正面的方向来发展非常要紧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